好食的料理，食了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互歹心、恶毒多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，祝福圆满红菇粿。大家紧来甲我斗相共。哇，阿公，你做啥物物件来？哪会大包细包？我闻到甜甜的香味，敢是点心？规乐红记记。嘿咻，这是红菇粿啦！阮阿公今日做生日，厝里传足济红菇粿，讲要送互亲戚朋友。面顶真正有印牛壳呢。原来是阿公生日，红菇粿红色代表喜气，牛代表长岁寿，是祈求健康、好运、福气的意思。我嘛有看过拜神制作的时，用红菇粿来拜拜哦。重要的是，这间红菇粿是用糯米做的，软搁 Q， 来食看卖。实在是够水够好食，同人喜意的食米。内底豆丝绵绵松松，袂伤甜，阁袂味脆。唔通过食。恁看，红菇粿是毋是咸几啊粒？有影呢，咱拄则倒出来一堆敢若山咧，即马哪会起一角？有人秘伫树仔后壁，敢会阁是鸟车头家？搁互脏掉啊！有够衰！鸟车头家，你莫笑想对新鲜的红菇粿变骹手哦！我才无咧，恁敢会使分我红菇粿互我？是安怎啦？鸟车头家，你摕红菇粿要创啥？我想要去拜我的祖先，可恶的人类！当讲鸟鼠伤过客，人人害怕。不过，阮嘛是为着顾性命，管一个花啊，煞互人掠来做实验。进前捌听暗公交校长讲过，因过捌有人掠鸟鼠仔去做动物实验，因为控制了无好势，煞互因得到奇怪的力量，阁有鸟鼠仔偷偷选出去。走出去的，敢若我一个，剩的无像我遐好运。因走无过手。原来你过去有发生这款伤心的代志。不过你安尼报鸟鼠仔，我嘛无法度互因搁活起来。鸟车头家，阮陪你斗阵去祭拜祖先。你的祖先一定嘛望你快快乐乐活落去，莫搁为非三做啊，好无？灵感真正袂计较，我真情做遐侪歹代志。你拢有得到教示，你若答应以后袂搁做歹，阮就原谅你。阮会带你做伙去食好料的，互你感受一个幸福滋味。啊，我会记得阁有一种粿，咱来用神奇食谱。这个好食的料理有听白的色底，好甜的芳脆，带出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。生意食水甜，这是用刺壳草做的粿，就是通人知的草仔粿，做伙炸来去。多谢恁对我这么好，我就抓后摆袂搁做歹啊！红菇粿圆形，就是代表团圆和谐的意思。料理救援队会当用这个机会化解甲鸟鼠仔头家的误会，实在是足好的。这摆料理救援队顺利和鸟鼠仔头家达成和解，鸟鼠仔头家嘛答应大家袂搁做歹代志啊。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
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仔阿根。咱伫料理救援队第13集有讲到红菇粿加草仔粿，若是有掺刺壳草的，就叫做刺壳粿。你看这个红菇粿，看起来足好食款的。阿根，你品看卖？咱等下才食。咱先来讲寡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，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红记记，红，红红，红记记，红，红红，这拢是红的意思。到底倒一个词是较红嘞？红记记是上红，红红是小可红的意思。像有的人较鄙视，你若甲看一个，伊的面就会红红；你若阁一直甲看，一直甲看，安尼伊的面就会红记记。其他的色水嘛是共款，像讲乌嘛嘛、乌、乌乌、黄金金、黄、黄黄、红菇粿。红菇粿，这红是代表喜气。菇是长过寿，粿是圆的，有圆满的意思。红菇粿会当制作敬天、老大人生日，也是囡仔度节，拢会当用。粿脆，粿脆，粿是惊的意思，粿脆就是食甲会惊，有可能是迄个物件伤甜、伤咸、伤油、伤肥，拢互人食甲会胃脆。灰灰三者，灰灰三者，三有乌白来的意思。这句话就是讲有人咧做歹代志。这摆鸟鼠头家总算讲出伊灰灰三者的原因。料理救援队毋但送伊红菇粿、刺壳粿，阁陪鸟鼠头家去祭拜祖先，带伊去食好料的，互鸟鼠头家感受到幸福的滋味。结局真圆满，这是料理救援队的最后一集啊！唔知你看了敢有介意？料理救援队最后甲鸟鼠头家达成和解啊！这实在是足赞呢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即马已经是最后一集啊！真感谢大家收看。若是有机会，后摆会搁再见面，再会。